因那瓜问题，即马人也在北检，北检的外口有真侪支持者，话讲司法庭司爱正义。因那民众党是有开记者会，公布影片，指控检调查人员去敲民众党的公共办公区，毋是检方所讲的，干那去敲瓜问题的办公室尔。严格北检嘛有发出声明驳回讲，因并无违法所查。法务部长嘛回应讲，一切依法处理。相信清白，和平加油！和平加油！大社法口号表达诉求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支持者早起伫北检大门集结，牙牌也写着“相信清白，苦皮加油”。有部分支持者为透早开始就伫北检现场守候，也发声希望司法定数爱正义。如果阿北有错，那我们一样也会不支持他，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清白的。我们大家都是自发性自己来的。我昨天晚上就来了，就是希望司法公正，不要让人民认为司法已经没办法相信了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、秘书长周润修等人也到北检外口声援郭文哲，佮向在场的支持者深深鞠躬说多谢。民众党31早起也召开记者会，佮公布搜索影片，指控检联调查人员搜索民众党部的公共办公区。并不是就北检发表的声明，搜索范围只局限在郭文哲办公室。没有人会误认外面的公共办公空间是柯文哲主席的个人办公室。台北地检署的办案是不是真的有遵从正当法律程序？为什么搜索在搜索票以外的范围？为什么公然说谎？我想编辑会依法来妥善处理。对此，北检回应，检联3早时提欢迎合法的搜索票执行搜索个录影，绝对无违法搜索党部其他员工的私人物品甲办公座位。民进党不持机关，干事会是批评，依早郭文哲爱检调进来约谈，即马说讲执政当局错方向。柯文哲不是告诉大家说，他希望检调赶快来约谈他，他能够讲清楚说明白吗？为什么居然会高喊说是所谓的执政当局在迫害他？那这不是上演政治受虐儿，那又是什么呢？检事会也进一步积极，西区市场改建案，郭文哲以减项发布的方式，免费送中港51个工程，免阁招标，疑点真侪。发声爱郭文哲向检方讲清楚，对此民众党是反击。哪力被议员拢真清楚，西区市场伫议会讨论真久，而且哪力对调查小组拢无愿意成立，今麦指控是无限制风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